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先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吃点东西啊？对，吃点水果。啊，水果。但是水果不是这么好容易吃。妈呀！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健身的一个冰箱。我准备了一个冰箱锁，想让黄渤老师多健一下身，就是这一个。然后我给大概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如果说经常吃东西，为了控制体重，先健身一下。我去！我去！哇，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如果说您每拉一次这个，你可以看这个，它可以有一个齿轮传动，慢慢的把这个销子，它会把它弄开。啊！一定要说不断的拉，才能吃到里面的食物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嘿，你可以发现这个有个锁舌，就是慢慢的动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办法很蠢，但是很有效。确实，现在体重已经控制的不错了。好，现在你可以不是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费这么大劲到底值不值得？相当值得。这刚才头上结的吗？关上之后先上好保险。我的天哪！好。我觉得你的脑回路啊，可能跟一般人的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你的想象力啊，各方面其实比其他人要厉害很多。是吗？嗯。自身的原因吗？我不感觉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正常的操作。好，哦，看着好棒啊，这西瓜。在吃瓜的时候啊，我也向你展示一下我的另一个小制作。这也是我制作的一个西瓜接汁器，就是说可以放在上面，可以把西瓜的汁直接流到这个小斗斗里面。哎，还真的有2个小钉子，还固定住它了。对，吃的时候，而且是往外吐籽的时候，这还可以挡住，不被别人看到，这样显得很不雅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籽已经吐完了。这样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法国红酒的意思？大家举着，然后感觉特别雅。你看，你这样一拿就，是吧？对，还蛮有味道的。以后设计一下吧，弄成一个法国红酒那个杯子形状。还真的，你们有看到我涂籽吗？这个到时候可以把它直接打出膜，做成塑料的都可以，是吧？就是做成塑料的。以后我要当老板。这大家聊天，俩人散着步是吧？咱俩拿吃的。好吧，我再给你拿瓶酒。好嘞。好，还要开这个啤酒在这里，稍等一下，马上。你这也太神了吧！这确实是健身的好东西了，是吗？好。看啤酒，麻烦黄渤老师拿一下。你没有确定没有忘拿东西吧？没有，可以了。